澳門嘅朋友大家好，我係 Shadow 室內設計公司嘅 Amy。喺澳門呢個寸金尺土嘅地方，好多人都住緊啲比較細嘅單位，幾百尺嘅空間呢，好多時都要住一家大細喎。點樣將每一寸嘅空間用到盡，同時又要住得舒服又靚仔呢？今日就等我同大家分享一啲貼地又實用嘅裝修細節，想大家用得上。首先講嘅呢，就係最高法則啦，向高空發展，向牆身借位。澳門細單位咧最貴嘅地面積咧，所以牆身同天花絕對唔可以浪費㗎。好多時街坊裝修時候都會問啦，客廳同睡房點樣間斷先至唔會逼呢？記住千祈唔好砌實牆。試諗下，一埲牆起咗咧，都佔咗你一啲地方㗎啦。咁成間屋即刻縮咗水喎。聰明嘅做法咧就係用啲透光玻璃屏風啦，或者係用一啲摺布簾。日頭咧就可以拉開佢，光線四通八達，望落去咧成個空間咧都好似連埋一齊咁，非常開揚。夜晚咧就可以拉埋啲布簾啦，私隱度都十足㗎。瞓覺咧就唔會怕俾啲客廳嘅燈光影響啦。另外咧，全屋訂製咧到頂嘅衣櫃、書櫃絕對都係慳位嘅法寶嚟嘅喎。櫃頂直接貼住天花，唔單止慳翻啲功夫，唔使掃塵啊！貨櫃衫啊、行李箱呢啲大件嘅嘢，通通可以塞入去。櫃門咧就可以用啲淺色嘅鏡面或者一啲磨砂玻璃，咁望落去咧就唔會咁壓迫啦，反而有空間擴大嘅錯覺喎。尤其係淺木色櫃配白色鏡門啦，簡潔又靚仔啊！成間屋咧都輕盈咗。再講到廚房同洗手間呢啲比較濕嘅區域啦，牆面咧有時都係啲黃金收納位嚟嘅喎。廚房咧可以裝啲不鏽鋼嘅掛桿咧，加啲 S 型嘅掛鈎。鑊鏟啊、湯殼啊，通通都可以掛起佢，再配一啲比較多層嘅層板啦，好似調味料嘅罐頭食品咧，都可以齊齊整整咁咧擺晒喺度，咁台面就即刻空曠晒噶啦。洗手間咧，亦都可以將啲長掛面嘅儲物架啦、沐浴露啊、洗頭水啊，就放喺高層；毛巾咧、洗面巾咧就擺喺中層，而底層咧空間咧就擺落洗衫架咁樣啦。記住揀啲鋁質合金嘅材料喎，防潮又輕身。仲有咧就係牆身同天花盡量用啲淺色系，譬如好似米白啊、淺灰、鵝黃色就最安全啦。呢啲顏色咧就反射光線強啊，屋企咧會特別明亮嘅。如果全屋咧都有一啲深色咧，成屋咧就會比較沉一啲，望落去就好似細咗好多咁。家私咧就可以襯翻一啲鮮色點綴喎，譬如好似墨綠色啊、藍色嘅地氈啊，或者係黃色嘅靠墊喎。記住三色法則啊，全屋嘅主色咧唔好超過3種，如果唔係咧就會亂過彩虹糖噶啦。而間隔規劃嘅時候咧就要學識功能重疊至得啦。單身公寓咧可以將客廳、睡房、工作區3合1。日頭咧就打開張摺枱嚟工作啦，書桌收埋擺埋一邊，夜晚就可以拉開張梳化床瞓覺啦。中間咧就用一組矮嘅書櫃分隔，咁既有儲物功能啦，又唔阻視線喎。而有小朋友嘅家庭咧，兒童房咧就可以有上床下桌組合衣櫃一體化嘅家具，床鋪嘅高架咧就離地1.5米，下面空間咧就做書桌同埋儲物櫃。書桌旁邊就加個旋轉架放書，床邊就裝護欄同埋櫃桶嘅樓梯，安全之餘咧又多咗收納位喎，成間房咧就慳翻成30尺空間㗎。最後咧就講下隱藏式設計嘅妙用啦，電箱、煤氣箱呢啲外眼位咧可以用旋轉嘅裝飾畫或者係啲儲存格遮蓋佢啦。譬如電箱咧隱藏喺塊鏡後面啦，用嘅時候先打開，唔用嘅時候就用嚟照鏡。煤氣錶咧就包成一個假嘅櫃體，裏邊咧就可以擺雜誌啦，咁外面就可以貼一啲飾面板，將佢融入你成個環境入邊喎。咁浴室嘅毛巾架咧，亦都用嵌入式嘅設計，直接鑲喺牆嘅裏邊啊，唔會突出嚟冚親個頭嘛，咁既美觀又安全喎。講到尾，澳門細單位嘅裝飾咧，都係一場精打細算嘅戰鬥，每一寸空間都要做到物盡其用，色彩燈光要呃得過眼球，防潮耐用又要抵得過天氣，再加少少設計嘅心思，單位一樣咧可以住得舒舒服服、靚靚仔仔㗎。如果大家有裝修疑問，隨時歡迎揾我哋 Shadow 室內設計，一定幫你度身訂造最適合嘅方案。多謝大家收聽，拜拜。